没错，这里就是超级市场，在这里有好多东西买，好多东西可以吃哦。你一定会有机会跟你的家人朋友聚会吃饭啊。当对方好热情的准备了一顿丰盛澎湃的大餐之后，你可以说这一句话，听清楚喽。亚船很澎湃哦，亚船很澎湃哦，亚船很澎湃哦。这餐好丰盛哦，刚好今天呢，我要跟我的朋友聚会吃饭，刚好我可以在超级市场打点走。亚船很澎湃哦。这一次的聚会呢，轮到我们两个准备澎湃丰盛的一餐来招待米儿。没错，那你知不知道米儿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给肉。有了给肉鸡肉，就可以做给酒鸡酒。好，放起来。那买完了肉要买青菜。雨儿啊，要买什么青菜？我喜欢吃玻璃菜、高丽菜。对，还有呢？再买一些萝卜好了。萝卜嘞啊，在这里，萝卜嘞，萝卜。那这样子呢，有了这些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做给酒鸡酒，然后再炒一盘玻璃菜、高丽菜，再煮一锅萝卜头萝卜汤。哦，这样基本就很多了哦。复习时間，豐盛、澎湃、雞肉、雞肉、雞酒、高麗菜、玻璃菜、蘿蔔嘞，這餐好豐盛哦，亞船很澎湃哦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